政治的消息，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，就是即马全国大罢免的，这是倒打算11天啊。民进党立院党团是去新竹市来宣讲，讲要罢免互人停职的市长高虹安，也阁有哪位郑正乾。另外，这罢免国民党立委赖士宝的团体进前呢是有互人恐吓，即马检方终结，照违反着刑法甲选罢法来起诉惹事的人。也那赖士宝本人也好有支持者，就爱理性。 蓝白在国会匪线乱政，我们要入台，我们要做民主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第一波24个哪位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时间剩无2礼拜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15去到新竹，和地方的党公职和罢团合体来扫市场，防锁定的国民党立委郑正乾嘛用行动反制。 新竹市是即摆全台湾唯一一个面对双罢免的选区，方停职的市长高虹安嘛强调讲，唔惊资源无对等的战争，嘛形成反罢免拿白合。但是选情愈升温，嘛激化对立。台北有查某人伫4月涉嫌提量的去恐吓罢免立委赖士宝的团体文山退保，北检14终结，照违反选罢法刑罚恐吓罪甲起诉。所有的公众人物应该要站出来呼吁各自的支持者，请停止暴力的攻击，回归到理性的对话。 一开始我就感谢这些支持者替我仗义执言，可是我也劝他们绝对不要任何的暴力，不容许啊！而且我绝对不支持公民团体护国车队，我们即将要绕行我们桃园哦。民团发起的护国大照镜巡回活动15早起是伫桃园，和立营的党公职集结。面对国民党上新的反罢诉求是呼吁民众，若想要保有立法院通过的4加1国定假日，和延续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的福利，都要徛出来。对这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质疑讲是公开买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